平彤向你表示祝贺，你怎么这个复盘跟张晓彤之间的这场比赛？我觉得今天比赛就是我们双方都打得还可以吧，然后也是3-0领先，然后第4局也是10-7领先。虽然说叫了一个暂停吧，但是后面这几分自己处理的还不是很好，可能觉得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大意吧。我觉得在后面的比赛一定要注意吧。在输掉第4局之后，第5局这个时候自己又是怎么调动的？其实第4局输完以后，其实也是打到关键分以后输的吧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到第5局还是有一定的影响。然后但是可能到4-2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自己喊了喊在场上，我觉得整体的节奏然后也加快了一些，就好一些。怎么面对下一场？下一场也还不知道对谁吧，然后就是还在激烈的打着，我觉得还是好好休息吧，面对下一场。好嘞，谢谢祝贺。